屬雞嘅你今年唔錯喎，原來叫做太歲相合。沖係唔穩定，合係人緣好同埋穩定，所以屬雞你今年比較穩定，感情比較穩定，做嘢都比較穩定啦。穩定冇用嘅喎，好唔好先得㗎？咁原來屬雞今年唔錯，最緊要有一粒星叫做金櫃星，金櫃都有個夾萬抬翻屋企，無論你好運或者唔好運都啦。原來屬雞你今年特別比較容易儲到錢，儲積到財富喎。咁除咗金櫃之外，仲有地解三台同埋將星。咁地解逢凶化吉，可以化解凶星嘅力。咁三台就地位提升，將星權力提升，又有權力又有地位提升喎。咁呢個係應該唔錯啦，不過升咗未必有用嘅喎。咁好彩原來加個金櫃，金櫃就錢啊嘛。咁原來權力地位提升加埋有錢到，所以無論你又好運或者唔好運到啦，今年都係睇高一線嘅。咁邊個係好運，邊個唔好運啊？如果你生喺5月6至8月8，今年運氣麻麻地嘅，可能升咗職之後是非比較多，錢加咗少少，壓力大咗好多，咁都叫做有錢加啦。咁3月6至5月攞即係平平穩穩，做嘢都順利少少啦。咁最好嗰批就係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因為運氣又好，又容易升職，又容易加薪，又容易有錢喎。做生意嘅咧都好啲喎。咁做生意咩叫名氣地位提升啊？原來做生意名氣權力提升係代表行內裡面嘅名聲高咗。咁行內名聲好咗，多咗人識你，生意自然好啲啦。不過有吉星自然有凶星啦。咁今年凶星係咩啊？聽住咯，飛符、官符、年符同埋陰煞。飛符、官符、年符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咁官非特別要留意咯。咁除咗抄牌唔記得俾錢之外，咁可能抌垃圾俾人捉到係官非啦，或者你揸車揸得快嘅。俾人告到告譬如官非啦，不過千祈唔好飲酒揸車啊！飲酒揸車，香港好大鑊噶喎，呢度大唔大鑊就唔知啦。呢啲官非你就棘手少少啦，記住，明知今年有官非，行得正企得正，最多行過馬路唔依紅綠燈，或者抌嘢俾人捉到，咁嘅官非都好啲。千祈唔好醉酒揸車，由小官非變成大官非就棘手少少啦。仲有陰煞喎，嗱，陰煞係女小人。寧得罪君子就莫得罪女人喎，嗱，所以記住啦，女性喺身邊嘅咧，明明俾佢恰到啦，都忍氣吞聲，忍埋今年先啦，女人唔得罪得㗎，好大件事，可大可小㗎，記住啦。